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8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16节到22节，45节。创世纪37章第5节到11节。马太福音16章第1节到第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新约。无偌久进前，咱也分享过相款的主题，就是新约。是，咱拢知新约是伫传福音中间是非常重要的工作。特别是当咱面对一群非基督徒，而且是虔诚的民间宗教的信徒的时阵，新约是一个真特殊的手段。也互因会当一下就感受到上帝的权柄。新约咱通常伫英语叫做 miracle， 圣经同款的字嘛翻译做 sign， 一个记号，一个会通代表上帝的象征。看到新约基事，就会当知影看袂到的上帝。透过新约，就确定知上帝的能力，来明白上帝的存在、同在以及伊的恩典。也就是讲，咱应该搁较积极去思考每一件代志所发生，拢有伊代表的意义。特别是当新约出现的时阵，基督徒应该爱去思考的是，这是要互咱什么款的信息？上帝要互咱知什么代志？亲像牧师真爱讲的新约之一，5块饼2尾鱼。这个故事除了咱非常典型的解说，就是耶稣伫无的中间变成做有。伫捉到了5块饼2尾鱼，变做会当饲5000人，现场约略差不多2万几人。毋但安尼，阁剩12人。对这个以外，咱过去可能也真强调奉献的心志，伫这个查甫囡仔，将伊所有小小的点心奉献出来，然后伊家己就无物件。牧师真爱正着这个来提醒兄弟人的自私。牧师相信现场的人应该不只是这个细汉囡仔有带5块饼2尾鱼，伊应该袂晓家己准备餐点啦吼。那安尼伊的老爸老母咧，现场这么侪人中间，敢只有这个囡仔，或者是讲伊的老母知影，着爱准备食物伫身躯边嘛？那你为什么只有囡仔提出来呢？到底大家伫遐的心态是啥物货？是毋是讲，万一我来摕出来吼，我都无物件通好食啦？敢有可能这个查甫囡仔正做一个引诱出来大家会奉献的心志？耶稣基督捉到了后，众人自私的心就被改变。人生命的改变，敢毋是上大的新约吗？另外，牧师还阁真爱强调，这个5块饼2尾鱼新约中间的信心的功课。首先是温度啊。因为无有信心，就打断耶稣基督，并且表明要爱大家改善，为了家己来安排食。但是耶稣基督却甲因讲，恁互因食。还阁有所有的人，因伤过担心，我若摕出来，我就无物件。自私的心通常是出自因为无有够额的信心，毋知影耶稣基督会当互人得到帮助。约瑟是一位真特别的人，
咱会通讲伊诶生命中间有真特别诶耐性，伊互阿兄袂骄做奴隶，佮互主人来重用，也佮因为伊拒绝伊诶头家娘诶引诱，也就来受害，落伫监狱内底，替共款关伫监狱诶两个人解梦，去互人甲灭去一。后来因为帮法老王来解梦，得到法老王的满意，然后就提拔成做埃及的宰相。上帝互伊的恩赐是会通看见异象，因为透过梦，伊会通了解上帝的旨意甲计划。也因为安尼，伊才有机会受提拔，担任伫埃及的宰相的工作。梦异象会通成做真诶，这是上帝的能力甲恩典，透过安尼神迹来显现。但是伫这中间，犹原还阁有信心的功课。约瑟必须爱相信，这个梦是上帝的启示。就好，亲像但以理嘛共款，对上帝有信心，才会通去解释梦。头前牧师讲到约瑟有上帝的恩赐，英语可能安尼讲啦吼 ，The gift of the interpret dreams。这个时阵做梦，就是上帝所予伊一个记号，一个象征。一个信仰好若亲像耶稣基督甲军队伊的人所讲的，咱来看这个耶稣基督甲这个人所讲的话，以及伫约瑟的梦。圣经记载，约瑟见一个梦，甲遐个兄哥讲，因就搁较怨恨伊。约瑟甲因讲，请恁听我讲，我梦到啥物？咱伫园里咧下被困，忽然我下会被困徛起来，恁下会被困拜我会被困。伊兄哥因讲，你兼真正才爱做阮的王，真正要管阮。因就因为伊的梦甲伊的话，搁较怨恨伊。后来约瑟搁梦到一个梦，搁甲伊的兄哥讲：恁看，我梦到一个梦，日头、月亮以及11粒星拢甲我咧拜。约瑟讲这个梦，互伊的老爸甲兄哥听，伊老爸就甲伊责备讲：你咧做白梦。敢讲我甲恁老母、恁兄弟拢要爱来拜你。伊的兄哥拢怨恨伊，伊的老爸也将这个事记伫个心内。对这个经文来看，咱知含伊的老爸母也拢无法度相信、了解甲接受约瑟看见梦中间的上灯，这个神迹。当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阵，经常会照着人的需要、信心的恳求，佮根据伊的旨意，还是讲伊的意愿来行神迹。但是一般人拢看到这啦，拢听讲来啦吼，或者是讲想要来找麻烦的人啦，亲像法利赛派的，因并无了解，也因为安尼，敢若想要来看神迹。圣经记载耶稣基督甲因的对话，有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的人来试探耶稣。要求伊互因看对天来的神迹，
耶稣因讲黄昏的时，恁讲明仔载有好天，因为天色红。早起时，恁讲今仔日有风雨，因为天色暗搁红。恁拢看会出天的景象，哪会袂出这个时代的潮头？邪恶奸淫的世代要求新者，用那的新者以外，袂阁有互这个世代的人。讲了，耶稣就离开因去别位。只有用那的新者，无阁有新者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款的象征意义？敢讲耶稣基督的新者医治，拢毋是新者吗？这敢若好，亲像牧师咧解释五块饼两尾鱼的新者共款。咱所要去思想的是更较重要的重点。耶稣基督所强调的，毋是用那新者，乃是用那新者所代表的意义。相关的事记载伫马太福音12章38节到45节。耶稣伫遮真明白来指出，用那3日3暝伫大鱼腹肚底，人子也要伫这个所在3日3暝伫地呢。当审判的时阵，尼尼微城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城听到用那所传的就来悔改啊。看伫遮有一个人比用那更较大。这个新者所象征的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死搁活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无有别个新者。这个新者所象征的，就是上帝遮尔疼世间人，将独生囝赏赐互因，叫一切相信伊的，袂得到灭亡，反得到永生。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。恁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，伫万民中保养伊的作为，着对伊吟诗，伊唱歌学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，着看耀伊的圣名。愿追求上主的人心内拢欢喜，着倚靠上主甲伊的权能，不时求见伊的面。伊牧人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伊所竞选雅各的子孙啊，恁着想念奇妙的作为，想念伊的新约，甲伊所讲判断的话。伊互金远降落伫迄个土地，搁互所倚靠的美牛拢断绝。伊切一人生气，就是受卖做奴隶的约瑟。人用骹扣伊的骹。用铁链链伊的暗领，上主的话甲伊考验，直到伊会有言实现。王找人甲伊偷开，统治万民的法度甲伊偷放。王设立伊做宰相，掌管法度隆重的财物，通随预备伊的人生，用智慧管教伊的长老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求主互我明白真正新者的意义，无互阮追求新者的外貌，会通领受到圣神新者所带来阮生命的改变，更较亲近上帝。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